本身吼，伊迄平常嘅客家人，毋过呢，伊伫特别读书、生发，故说无乜个客家经验。基本上迄读新闻嘅，要做嘅记者，后来做嘅 model， 才开始做演员。就来看，伊伫客家戏剧做嘅嘛个戏。我觉得客家电视台，我诠释的有警察嘛，然后有外科医生，有画家，那某种程度其实都是满足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梦想。你小时候当作文都会写说你长大想做什么啊？我又有一点制服控，我以前也有一点阳刚血性，我觉得拿枪很帅，那么你又可以当警察，合法的拿枪，把手举起来。某种程度，我觉得拍戏的过程，至于我来讲，是一种自我满足的过程。然后徐蚌兴，我跟我爸讲，我爸当然知道，那个很有名啊。他徐外科以前在台北开业，听说什么是多好啊，他是个侠义的医生，然后他们会觉得很骄傲，因为这个某种程度对乡亲来说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凯旋归来，好像你在外面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功成名就的回来，光宗耀祖的概念啊。所以我接到徐蚌兴的时候，我整个家庭是开心的，就是屏东家庭是开心，那些祖辈们是很开心。其实最大挑战当时是从大概约莫20岁左右要演到50岁。我当时觉得最大的考验是在我内心上面的心境转折，我如何诠释一个爸爸。因为那个时候我才不到30岁，差不多快30岁，然后演一个有一个高中女儿的爸爸，对我来讲会有一点难跨过那个坎。王娟姐演我的妈妈，琼轩演我太太，这两个人在现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母爱泛滥，他们基本上是可以把我整个不安跟因为徐蚌兴的角色有一点孩子气哦，其实他就是一个比较执着、比较侠义、比较不顾别人想法自己的人，刚好套在我当时的状况，我觉得蛮贴合的，所以娟姐跟琼轩的表演似乎就可以掩盖住我的不安全感，甚至我的倔强。当时我记得我们是搭乘台马轮，当时风浪非常大，好像是台风前夕吧。它那个浪高，反正我只记得我们灯光师是达悟族的勇士都吐得乱七八糟。当年无爽快啊，那个旋风跳通又吐，又吐了，对。环东哥环四次失败。講而旁都唔會填同嘅，我動菜歌呵，本演仲裁故意他懂經驗。有上癮的身體要顧哦吼，不要像我一樣顧不好身體，就很容易會暈船啊，會頭痛。我記得我是5、4、3、2，然後講完話 ，action 講完話之後，咔我就就吐，反正止吐藥啦，然後綠油精啦，什麼能用的都用了，反正還是吐得亂七八糟，整個臉色都是蒼白的。反正對，它是我人生當中暈船最嚴重的。小時候確實有一種英雄主義嘛。小時候我們讀那些，因為我們的史觀一直以來都是成王敗寇嘛，所以我們對於成功者、對於王者都有迷戀，都有一種近乎病態的迷戀。1895移位的時候，我翻開那一段，其實大部分台灣人比較不為人知的歷史。我才知道，1894年的甲午戰爭被割讓之後的1895的乙未戰爭是
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战役，在八卦山。然后我演的吴汤兴是义勇军统领，他基本上就是威廉·华勒斯，就是一个组织义勇民兵然后抗暴的一个人。我当时接到这剧本，当然非常的雀跃，我觉得他满足我小时候不管对于革命的梦想、英雄的梦想。所以演时代的人物，他很大的部分其实是满足自己小时候对于英雄的符号的一个概念。我想独特性的还是在于当时的义勇军统领是以客家人为主体就是客家三杰徐襄、江少主、吴汤兴。爱党用命，共党用法，做党用力，做你无？做你无？丢架！安尼对得起死体的体用。我一直在过程当中，我一直想说，很多人都说客家人是弱势但在当年1895年的时候，他不是弱势，他是揭竿起义的义勇军统领。敢因所不敢，无因所不为。干死啊！干死啊！干死啊！让人看到客家人不是一群隐性的族群，他是一个可以登高一呼，然后他可以集结众人之力去处理一些重大事情的人。最大的感触跟感受是我参与了台湾的近代史。我从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台湾被割让日本，我就揭竿起义，一直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人撤退，我演一个台湾第一外科主任，接了台湾第一个台籍的，接了日本人的外科主任。然后他从日治时期过渡到民国国民政府时期，然后 KK 同样的 ，KK 的角色就是《茶经》里面这个角色，他是太平洋战争时被抓到南洋充军的军夫，之后回台北大轰炸，家庭都没了，再从印度辗转的回到台湾，从一个大日本帝国的殖民者、被殖民者，一直到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那这一代身份的转变，其实就是我们台湾人一直到现在一直还在自我探索的过程。从1894年一直演绎到1951年韩战爆发，我的生命历程似乎横跨了100年。但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件很迷人的事情。